咱个来看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，今仔受到邀请出席法官协会国际年会哦。伊讲台湾的竞争优势就是人才真济，嘛算讲真稳定。希望讲当继续打拼来保持咱领先的地位。也毋过最近有消息指出讲，因为起草无好，台积电要求设备商合办交机无要紧。另外，伫美国扩厂的计划嘛无介顺利，所以就有机构调降台积电明年甲后年的营收预测。一年一届的法官协会国际年会早起举行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早起演讲，讲台湾晶片的竞争优势。伊讲台湾的优势除了有人才，人员的流动率低。以台积电来讲，离职的比率敢若有4%至5%。In TSMC, we talk about 4%, 5% annual turnover. In the United States, in the late 70s, 80s, which was the last period I was there, the turnover rate could be as high as 15, 20% annual turnover rate. And that was certainly a disastrous problem. 张忠谋强调讲，以现处时的社会来讲，真侪产品拢会用到晶片，因为晶片制造是目前重要的产业，台湾应该持续捍卫领先的地位。不过最近台积电传出因为营收减少，加上产业的景气较歹，销库存的速度无像按算的遐尔好。传出台积电要求晶片设备商延后交货时间。虽然今年伫营收甲资本支出的预测拢无改变。不过，明年甲后年的营收甲资本的支出拢调降，要来降低压力。到2028年之间，那么这段期间呢，将会是在海外产能会是逐步开出比较密集的这个时间点。那但是呢，整体这个海外的产能，毕竟它的一个占比还是相对的比较少一些。那所以预计整个的一个产能的生产重镇依旧还是会放在台湾。那未来景气。有半导体研究机构预估，今年台湾晶圆代工业营收衰退13%，那明年营收可能成长15%。不过3C消费的力头有限，晶圆代工营收的成长也是有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